也是制作动物的情形，又搁通讲海龟吼游客伫咧乱，双十国庆连假，民众来到小琉球佚佗，来到美林洞的时，看到讲有藏水味的人藏入去海底，乌白手尖望海龟。海巡人员接到报案了后，随来到现场追查，发觉原来是一个德国的查甫。伊讲因为无清楚咱台湾的法律，才会违法。坐伫海沙堡顶悬咧享受日光浴。不过后一秒，海巡人员就随找到这，目标锁定的是这个穿短裤仔来的德国少年人，伊涉嫌违法。一个听到讲囡仔触法，这个德国的妈妈紧张甲紧徛起来，伊感觉真焦急，就做伙去协助了解，也若起伫的原因，全是因为这件代志。伫个初10的下晡，因到小琉球的美人洞去畅水，发现到海龟的影子。伫后一秒，伊竟然伸手去甲网，就因为即一个网，煞去予其他游客看到，甲扑上网来检举。海巡人员发现了后，笔迹清查，找到这个德国的查甫人。下午3点5分时，于美人洞沙滩发现烧了海龟之男子。本案烧了海龟之行为已违反野生动物保护法。因含厝内的人来台湾佚佗，无了解台湾的法律，结果煞来触法。不过，甲过去同款，海龟互人骚扰莫大的事件。毋但伸手摸，还阁捌有游客用脚大力甲拉，这拢是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经纪第18条的规定，袂使骚扰、虐待、拉捕、毒杀。若是违规，会当处1年以下的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是并科6万块以上30万块以下的罚金。特别是这个海洋保育是无分国籍的，若是看到伫海底游的这个保育类的，千万都要记得毋通起骹动手。记者综合报道。